家姐又何苦嘞？四平贵已经受得这样话侮辱，敢讲你？是咯，一切我拢全部知影，但不过即马甲过去拢总无共款。若爹伊袂阁再管我，小姐，敢讲你？若爹伊无要承认我是伊的查某囝，父子立下誓言三级奖。你若是无出头的日子，我永远就袂阁再进相府的大门一步。我中临品啊，府中在，为此妇女不往来，杨花起在我的眼内，本无安随事啊拢啊，你分的天来。小姐。平贵本是，迄个流浪囝，小姐不可随我行。父女之情怎可笑？无事相负的大声的，叫情事啊！做难当，烈女不嫁养父郎，妇女天性情非常，我只为自心海的眼光。哎呦，眼前我是。赶紧带我倒来去咱家。啊？咱家？我要哪有厝咧？无厝，要无你是住伫咧倒位？我是住伫个武家堡汉窑啊。汉窑？汉窑是甚物所在？汉窑是人伫烧遐的所在啊。烧遐的所在？呀，既然因都伫咧烧遐，伊哪会肯互你踮咧遐住？迄是一间破汉窑啦，啊，即马都无人伫咧工作，啊，所以无够可归落票的人，拢是住伫迄个汉窑，漂风漂雨伫咧过日子啊。小姐，若讲起来，你若要倒我去哦，是真委屈你哦。袂啦，是咯，之后你经求上进，搁较艰苦，但我嘛是心甘情愿。小姐，四平贵绝对毋敢辜负你对我这番的厚爱。
阁有啥物人搁伫寒流内底？还还阁两个结拜大哥，王大李三。小姐，咱出城着阁行5里路咧。要无咱这样阵好赶路咯。转过来。小弟啊，正平贵得着绣球呢。哈，绣球？呀，王家三小姐抛的绣球啊。啊，三小姐会抛绣球，互伊要创啥啊？哎呦，我靠！你哦，敢若古早水鸡，唔知天地外挂，唔知发生大代志。哎呦，我这2天啊，都因为风湿的病过举起来，
我家伫附近遮本，也无入去城内面，哪会知影啥物大代志？这个大代志发生伫咱武家堡的汉窑内底。哈，是安怎哈？等下准备啦。是要准备啥话啦？你就知啦，等下准备啦，赶紧来，无时间啦。小姐，汉窑已经到位了。到位啊！这间就是。小姐，请你跟我入来。可里哥。哎，哇，老师，老师转来啊！转来了。哎呀，你是伫创什么呢？阮都伫咧准备遮的物件吼，要等恁转来咧。好啊，听着讲你这要结婚咯，咱咧去食兄弟拢来甲你敬贺咧。大家拢来。哪通，互恁大家咧伫咧收费钱呢？应该咧，都听老大伫咧讲吼，讲你去得到迄个王三小姐的绣球啦，自然咧吼，这兄弟啊哈，才一半尔啦，一半朋友吼，拢送物件要来甲你贺礼你咧。恁大家真多谢。对，咱妈妈，你较客气的，较知影礼数的人的千金小姐是丈夫的千金的，你要用假事哦，物件送来就好。圆仔汤后摆再包请。让你抱歉啦，我用做你啦，顺便顺便哈，快点。小姐，我煞袂记甲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结拜大哥，伊叫做王大，这是李兄。我李三。大哥、二哥，地府也免买。哦，小姐就是小姐，可是有影水啦对。咱你手咧比啥？咱你支手也无咧喊凉啊，咧比啥？无咱的代志也好行啦，行。老师，无这间床啊，互恁住，阮来别位困啦哈。你才有够搞话。若有需要时再叫一声就来啊。实在较好啊啦老师啊，阮来别位困哈。就委屈你咯。是咯。
你有感觉较快活无？我要哪会快活？自从报川伊离家了后，我毋捌一天无思念伊。恁三位姊妹自细汉到大汉，都捌离开我一步。今仔日突然间来离开。叫我要哪会袂操心？阿娘，你唔通想过头伤心，保重你的身体较要紧。我已经连村人去探听三妹下落，大概念你就有消息倒转来。阿娘，这是三妹家己找的嘛？千金小姐唔做，干那要去嫁就去食啦。这算是伊家己无法度享受荣华富贵，这是要怪啥？甲我点去，这拢是你甲为好，伫咧盘弄是非，代志才会闹假呢。这全部拢爱怪你。阿娘，你哪又搁怪我啦？哼，阿娘，你是足偏心的哦。丽花，唔通再惹阿娘生气，我看你还是入去。我嘛知影我伫咧遮加顾恁活，无阮落去。阿娘，既然丽花都煮这物件要留你食，我看你加减食一寡啦。桂林啊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春兰啊，当你去探听有消息啊无？有啦，我有探听到啊。三小姐吼，甲迄个四姑爷，因即马就是住咧迄个武家坡破烂庙内底啦。三小姐吼，甲四姑爷伫咧武家坡内底，那嘛是靠因一寡个去食朋友吼，若是去外口分有通食。就分一寡互伊食啦，而且三小姐的本人吼，拢伫迄个寒窑外口学一寡青菜，伫遐咧倒煮鸡啦。我一个可怜的厝。金川，已经甲我准备去好。我要亲自来去看报川。是。唔准去！咱府内大大小小无论什么人，若无我的允准，拢准去武家坡。少爷，你竟然真是！唔叫我某囝见面时，伊已经唔是你的查某囝，你的查某囝只敢若有两个尔。金川甲银川，敢是拢伫你的身躯边？你还要去武家坡去什么人呢？你的心肝实在真残忍啊！阿娘，兵部上呀，朝廷派人来讲，边关情势紧急，皇上要叫你去商议国事，